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认真。国内第二今仔日增加一个本土病例，是染病技术已控制厝内面5岁囡仔。另外，指挥中心也公布防疫旅馆感染观光加大行踪。劳动节假期，民众拼去合欢山要看杜鹃花，却因为车伤过侪，拢伫咧塞车，部分路段也改做是单向通车。劳工团体所组成的联盟伫劳动节发起游行，要求政府要定出上计工资法，以及要改革劳保年金制度。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在今仔日增加3个境外一个本土，总共4个武汉肺炎确诊病例。也讲到这个本土病例是进前染病技师一控制厝内面5岁囡仔。另外，指挥中心也根据着技师和饭店诊馆所感染的病毒做比对，证明讲因确实有互相传染，而且这件事件爆发到达无超过20天。技师为着病毒的风波搁扩大，指挥中心7日宣布新增加一个本土案例，是案例1133，是本国籍无满5岁查甫囡仔，是进前确诊的案例1102，技师的厝内底人4月25被列做特殊隔离的对象，离到出现发烧症状进行采检，而且已确诊。个案家庭的接触者2人，那是原来就是1102的接触者。好，所以本来就是居隔时间就要再延长，所以居家隔离的时间就延长到5月15日。技师家庭互相烧话，佮增加一例，而到底技师甲乐福德饭店互相烧话是毋是相关？指挥中心公布案例1120只确诊者病毒基因定数的结果，证实确定有相关。案例1720饭店的主管为着英国变种的病毒，甲为着病毒技师的基因数列共款，应该是上早个案。研判饭店甲技师中间有互相传染可能，整个疫情发生无到20天，无外界烦恼拖1、2个月。经过这个专家去现场研判，目前不认为说有可能是空调导致的这样的一个传染。当然人际之间的传播也是不能完全排除，因为防务部的同仁他们其实除了就是说会进入房间去整理跟检查之外，他们也会处理一些这个房客的一些临时性的需求。饭店甲技师安怎接触传染也会调查，不过伊有这个饭店的主管4月17就症状，研判15就传染了，所以讲15到28捌带过这间饭店人客会转送来进行14天特殊的检疫，期满了后会采检。而这阵乐福德饭店被爆出半年前有检疫的人客增加，涉嫌偷偷开放医馆，出现互相揽斗阵大情形。指挥中心表示会再来去了解。分层是可以嘛？那万一在同一层楼这样收的话，那就要违反我们的规定，那当然会按照相关的方式去处分。另外，有一个在上乐福德饭店人员的游览车的司机出现发烧的症状，指挥官陈时中表示，采检的结果是阴性，相关的车辆也已经做好全车的防护，并且环境来消毒。记者综合报道。嘉义中正大学有4位老师甲学生，捌接触过防疫旅馆的确诊员工病例编号1129，其他的甲因采检，目前全部拢是阴性的，因也当在居家隔离当中。另外，疫情指挥中心也公布1129活动的行踪，这个病例捌去过阿里山、本基湖和北港朝天宫一寡所在。学生医师排队量体温、酒精消毒，确认无问题才会当进入比赛。中正大学假日高规格防疫，因为卫生局4月30暗通知，诺福特饭店的1名确诊员工甲亲人，捌接触7名中正大学师生。我们的学校的4位同仁跟一位确诊者吃饭，那学校是希望他们说可以那个自行居家那个检疫这样子，因为昨天有发讯息给我们。学校紧急发出公告，学校1名教师、3名学生甲确诊个案4月24共到食暗顿，目前已经进行特殊隔离。学校启动防疫机制，下到全校大消毒。卫生局也表示，连同嘉义民俗头家娘6个人，拢已经住伫防疫旅馆 ，PCR 采检结果是阴性。PCR 采检的话，早上结果出来都是阴性的。那6位我们目前也让他们住在防疫旅馆，能够来做居家隔离。疫情指挥中心也证实，师生接触者是1129个，公布伊的卡贴，伊伫下档传染期前往嘉义婚林，4月23去嘉义中埔食鸡肉饭，下昼去阿里山小森林露营区。过长工伫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坐小火车去看日出，25前往本基湖老街、甲北港大天宫、参朝天宫4号位，26转来北部消息指出，嘉义店家赶紧主动休困。北港清洁队也对个案行过路线消毒店家、甲朝天宫4号位道路完成消毒。
当然吓一跳，但是这不是大家愿意碰到的啦，就是我们做配合政府做最好的处理。担心至少会，但是我们个人都有防护得很好。我们自从有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都有戴口罩、勤洗手。另外，阿里山游乐区部分家己林管处表示，逐工会针对一寡涉挂场所进行消毒，游客坐车拢爱挂喙罨，保证无工作人员身体出现状况。本期5点几也拢有挂喙罨，卫生局无列出离厝隔离者。记者综合报道。伫咧4月30确诊的本土病例，指挥中心要公布因详细活动行踪，其中有2个病例伫咧桃园中立4假期，一寡店家也赶紧进行消毒。老虎德饭店互相烧话感染事件4月30日摆增加3站本土确诊。指挥中心阁公布因的完整卡列，按例1,127在27、28两天拢伫咧中立活动，主要是食饭，除了洗衫店以外，更加去过大润发。记者消息了后，大卖场虽然原正常伫营业，不过也赶紧来展开消毒的作业。而早餐店3名伫先生是铁门有内无营业，不过也进行消毒。刚刚公布的。你们这样担心吗？担心啊，不担心。要按例1,128活动的所在也拢伫咧桃园。27坐公车甲机场接运，8在第2航厦停留半点钟。28对大园到中立，除了去过早餐店，也坐巴士去中立火车站，入去生活馆抓零，停留大约是1点外钟。车站外口拢伫消毒，唔拿早餐店大门锁起来，生活馆内底接触者也进行地处隔离。我们跟警政协员这边大概确认他的时间了哈，因为他就只有1位啊，接触1位而已啊，所以就是居家隔离1位。指挥中心也呼吁民众若是捌去过以上的所在，应该爱注意家己身体状况，并且进行自我的监测。记者综合报道。对于货机技师染到无法体检拖到饭店的群聚感染，目前机场防疫旅馆已经有4个员工确诊了，其中1个病例过去到新北市3店埔某一间诊所看医生看3届。新北市长侯友宜也批评讲，中央确实有过失。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日视察疫情指挥中心的时阵，唔那甲防疫人员鼓励，也是希望伫咧基层的医生就要提高警觉。诺福特饭店爆发群聚感染，目前累计有4名员工确诊，其中帮副主管一伫控制，捌3摆到新北市3店埔的一间诊所就医，也在机场集训。和新北市长侯友宜挡袂了讲大话，批评中央有明显疏失。我们已经有匡列16人，有3个居家隔离，有13个列自主健康管理。指挥中心这个区块明显确实是失落了。失落以后，造成现在诺福特员工有群聚感染的事实，而且会引发社区感染的疑虑，造成全面人心的恐慌。特别前往指挥中心和第一线人员鼓励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到三讲讲话。我们看到最近有些事件，确实是因为1年多了，难免就以为安心松懈。所以，如果一个检查旅馆的清洁主管能够多早一点告诉医师，第一线的医师如果能够在看到症状时多一分警觉。伊利控制的情形，唔那安尼更加有野了指出，伊4月17出现症状，继续上班开会，有时也无挂喙罨。对此，卫福部长陈时中指出，已经进行场地采检，结果阴性，也会对房间内部做扩大的环境采检。另外，北区诺福特饭店将本届甲外籍技师南州会大桃园市长郑文灿认为，外籍技师由民航局管理，华航组员由华航管理，2个管理无同，错误无应该发生。这个还是要统一作业比较好，符合原来民航局的规范。那之前的错误，也不应该发生。那我请这个中央要尽快的完成指定、分配跟联络。另外，药监及设备顶一波暴徒病危严重，但是中讲为规模来看，即马也真歹判定。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南投合欢山野生的大关花，目前正咧开花，真侪民众也趁着劳动节假期去遐赏花，所以造成塞车的问题。警方继续伫咧台14架线现场指挥，所以因为有一寡路段车路不够宽，警方也实行单向通车的管制。来往前，不要临停。警员伫路口指挥摆甲真长的车辆，南投合欢山目前当时野生大关花大开期。
5日劳动节3天连假就线收费民众真济，规条第17架线变成停车场，警方现场指挥交通，一直引导车辆前进，不过前进的速度也是真慢，塞车大约5公里。不要连停啊，往前，慢慢的往前，就会通了。不好，配合一下，往前，往前。因为大量的人车拢上山，合欢山4个位的停车场，包括昆阳休困站、木岭町停车场、甲合欢山庄停车场，总计只有220个停车位。为连假头一天开始，就真歹找停车位，因为道路伤过窄，部分路段阁会无法度小闪车。警方这会当实施单向管制，让上山落山的车辆轮流通行。连假期间上山观赏高山杜鹃人车很多，目前武岭松雪楼停车场车位已满，本分局员警在台10线及台10甲线加强疏导，合欢主峰到武岭4车流实施单向管制。野生大关花季有计开到6月中，警方呼吁民众尽量利用大众运输上山，也会当选择平常时人较少的时间上山。针对违规停车的车辆，警方也会加派警力开单。若情形严重的，是会进行拖调，请民众爱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5月7日劳动节，由90个劳工团体所组成的5.1行动联盟，今下晡举行劳工大游行，对总统府行到行政院，因要来抗议。因的诉求是讲薪水就要有权，年金要保障。劳工团体也呼吁政府就要赶紧提出上架工资法，也就要改革劳保年金的制度。薪资要提高，年金要往上。伫前导车率领之下，参加5日劳动节大游行的民众，是为总统府头前的凯达格兰大道出发，转向中山南路，要行向行政院来抗议。真侪民众摕着标语，写着薪水爱提悬，年金爱保障。主办单位5日行动联盟表示，虽然台湾防疫做了好，去年经济袂歹，不过劳工的薪水成长的速度是对袂着经济成长的速度。除了薪水较低的问题，因嘛希望行政院赶紧来提出上加工资法。我们慎重地要求政府，在今年一定要把基本工资要把它调高，把它追溯回来，你们说好不好？好。劳工团体嘛表示，去年国内人口负成长，也是继续落去，但劳保的人会继续来减少，安尼劳保年金制度就需要改革，才有法度延续经营。劳保年金的部分，咱无希望减少给付，请政府提高企业税收。全款大保支援，政府要有担当，要负完全责任，大家讲好未啊？好。游行队伍经过教育部甲立法院来到监察院边仔停落来，由全教总代表游行群众来到行政院头前抗议，因先甲这陈情书来弹向行政院内底，希望政府会当听到因的声音。我们要加薪，我们要加薪，五一国定假，五一国定假。全教总嘛呼吁政府将军公告调薪制度法制化，并且让军公告推派代表参与军公告员工态度审议委员会，避免黑箱作业。行政发言人罗秉成回应，政府连续5年调整基本工资，嘛提出提升劳工权益的政策，积极来推动修法，并且继续甲社会对话，收集劳保年金制度的意见。因嘛强调，政府一定会担负最后给付的责任。记者张志雄、林志坚台北报道。在1960年，台湾所出产的土炭，把创下400万吨年产量，也让战后的台湾经济起飞。今嘛，这炭工全部到2万人，因大部分的人拢去抵着刷机。因也希望讲政府就爱听因的心声，规划相关的电贴。故事无人听，写字无人问。上百位炭工伫炭工无啊，讲出年老无退休金的心声。因伫咧5一劳动节即天，分别对家人、随访、并客甲苗栗组织伫咧立法院，希望依照农民甲渔民的退休机制，至少逐个月有7500的津贴。台湾煤矿开采100年来，这是我们第一次矿工走上街头，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我们只是想比照老农或者老渔的照顾，或者是用一种特别条例
的照顾我们。这的人大部分拢骨超过30年的土炭，为咗人的肉体当年受湿气病所苦，喘气愈来愈吃力。有一寡人虽望有重大伤病卡，医药费免家己出，不过因要是希望有养老金。觉得以前还有自费哦，还没有申请那个10大病患的时候去那个挂号啦，什么全部都是自己自费啊，已经是末期了，能够吃哈，算一天。过一天算一天啊，这样。在1990年代的时候，立法院有一个特别条例，针对尘肺病有一些补偿，但是事实上是远远不够的。民间团体表示，根据劳保局的资料，1961年到1985年25年期间，炭工申报的职业灾害案件有65万件，其中伤势较严重的残废给付有14000多件。不过，炭工表示，迄当时请领的费用有限，因望年老的生活要是会当有够的补偿金，互因较好过日。记者阿明金郑派文台北报道。讲到印度疫情是继续伫咧滚价，因4月31天就超过40万人感染。另外，伫越南也出现印度的变种病毒株啊，这款的局面也互真济国家开始限制有印度旅游史的民众是袂当入境的。也因为印度疫情爆发，病院当咧欠，所有病院发生火灾，造成18人死亡悲剧。救护车一直送来死伤的人，病院的门口是真乱。这是印度西部国家拉特邦的巴鲁基，这间病院在3日发生严重火烧厝，造成12名住院的患者甲2名医护人员，总共18人不幸死亡。当年印度现阶段上界严重的问题之一，也是一直上升的新冠病毒疫情，也是在3日，全国一天新增加确诊比例头一摆超过40万人。愈来愈严重的疫情，和医护人员是感觉真忝。लोगों ने प्रिकॉशंस लेना चाहिए, उसी से ये कम होगा। सिर्फ वैक्सीनेशन पूरा का पूरा होने के लिए अभी थोड़ा सा समय तो मिलना चाहिए। 三片年的期望也正是印度这阵上界欠缺的。Of course, it's a very densely populated, populous country, so one would expect to see these numbers. There's clearly a lack of social distancing and control of mass gatherings that has contributed. 为了阻止疫情真紧传出去，印度政府宣布，凡是满18岁公民，拢有注射新冠疫苗的资格。而印度空有全球第一大疫苗生产国之名，真侪所在也是真缺疫苗。而这阵病毒一直传染的结果，就是变种的病毒继续出现，而且也跨国来传出去。根据越南当地传来的消息。北部安倍县一间旅馆入境了接受隔离的11名印度专家，有4个人互验出感染新冠病毒。另外有1名负责接待的旅馆的员工也确诊，检验了发现是编号 B1617的印度病毒株，这也是这种新病毒株头一摆在越南出现。对着印度防疫物资欠缺，疫情继续上升，各国在关键物资的同时，包含美国、澳洲这国家，前后管制也是禁止有印度旅游史的民众入境。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伫咧台北市大兴银行的8德大楼，今下晡发生火灾。大楼内面的产后护理之家甲顾婴中心内面的人是险险跋倒出来。警消警官赶到现场了后，无偌久就甲火拍花。这场火灾有4个人受伤，消防警官也推测讲，可能是地下2楼的工地就是导火点，详细原因搁要调查。手内底抱着也未满月红圆啊，互警消人员陆续送上救护车，有的是坐伫担架床顶面送医治疗。初一下晡1点外，台北市的北德路4段大成群大楼地下室传出火烧厝，高烟是一直清出来，一度传出大楼内底产后护理之家甲托婴中心有侪位护理人员、产后妈妈甲婴幼儿掉伫内底。大量浓烟从消防通道窜上来嘛，那非常大，大概1分钟而已，就全部都是浓烟，就把防火门关上嘛。涂骹4个拢是碎玻璃，大楼管的所在，窗仔门破一孔真大孔。外来事发当时，护理之家负责人真着急，直接甲窗仔门撞破，抱囡仔到窗仔边等待救援。当时地下2楼伫做冷气的工程，有工人讲，因为焊接的时阵上烧，4周围消音棉就会烧起来，用拍火器拍火，引起大量的高烟。我们在做空调机房的更换，那因为我们就是怕会有火灾，我们已经用亚焊。那亚焊的时候，因为怕旁边，因为当初就是会有那个消音棉，火花喷到之后，那个消音棉很容易易燃。那目前火势的部分主要是集中在地下2楼。那因为楼上的部分就是有那个坐月子中心有一些工作人员，还有产妇跟那个婴幼儿的部分。
那我们等火势扑灭之后呢，我们就逐一将这些相关的人员把它疏散下楼。详细导火原因也等待进一步来调查。消防人员表示，昨日来中心疏散10个大人甲10个红婴仔，规栋大楼总共疏散32人。不过因为有4个人输入高烟砸到，甲互玻璃挂到，已经送病院检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电动车的市场是愈来愈大，业者想尽办法要来提升电动车的效能。国内车企厂就和工研院合作，开发全台湾第一型，嘛是世界第3型电动车专用的二速传动箱。比过去单速车企箱加速更较紧，电动车的动力也当提升10%。测试中的车愈走愈紧，到一个速度了后，车企箱会家己自动换挡。提升车辆的效率甲加速性能，工研院参车企大厂合作，开发出国内第一款电动车使用的二速传动模组。电动车有效提升10%的路程。可以让马达作用的这个效率是可以更高，所以会延长我们车辆的续航力。可以增加的是它的这个能耗呢，可以减少10%。这个换挡时间又是小于0.5秒。根据世界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全球电动车市场去年总共卖出去296.3万台，比过去成长46.3%。专家估计，到2040年，市面上的车辆有57%会是电动车。大家都应该是非常的清楚的哈。那电动车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动力系统。动力系统呢，包含马达。包含驱动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齿轮箱。那这个东西牵涉到像我们本土企业，它长期以来在齿轮的制造跟设计上面的这个 know how， 还有技术。电动车市场快速发展，透过技术和国内传统产业有机会转型对着世界的脚步，嘛大大提升国内电动车动力系统。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天就知。北部地区对20度到30度，中部地区对21度到30度，南部地区对22度到33度，东部地区对21度到29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9度到27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马仔同一时间再会。Thank you.